你干嘛求他呀？快点，告诉他我到底要啥！别怕，有我呢。我李茂春，这全部的家当都是你的，你饶了我们吧！我不要，我就那样东西，我到底要啥来了？你干嘛求他？春，我没有耐心了，我的。怎么办？先去找个地方疗伤。不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力量来自人间，一定是降龙在凡间施法，犯了大忌。没想到他在李茂春家遇见了魔天和青白两狐，大战一场，被魔天暗算。那降龙如果再度施法，恐怕这西天就要塌了呀！大事莫有担心，我这就收了他的法力。老爷，给孩子取个名字吧，以谢佛祖佑佐。就叫李修缘吧。修缘啊，好名字呀！李修缘。哎呦！大家不要惊奇，这是因为魔天的魔气大为长进的缘故。佛尊，您的意思是？魔天强大了，我便衰弱；天洞一开，我便感到如此。都怪那降龙，若不是他违反了佛律，兴许那天洞早已经补上。要我说，降龙这个大鼎才最该用来堵那个天洞，放在这儿，除了占地方，什么用都没有。你们都在骂降龙，但都不知道这是三界注定的一劫。注定一劫。魔天出现，这已与人世间的恶气有关的。虽然18年前降龙尊者下凡之日曾重创了他，但人世间冰火数年，奸臣当道，民不聊生，又大大的积聚了魔天的能量。16罗汉被其蛊惑，看来他的伤已经完全好了。那该如何是好？降龙尊者现在人间，若能自性圆满，使天下大治，方可化解此难。明白了，只有降龙尊者消除了人间的魔气，才能断了魔天的根基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我红尘眼中过；南无阿弥陀佛，我心有莲花座；南无阿弥陀佛，我度魔也度佛。哇！来，吃饭了。哎呀，有饭吃哦！哎，快吃！傻看什么呀？啊，你不是饿了吗？快！哎，你是一只兔子吗？不是啊，我也不是。啊，那我们为什么要吃草呢？这是菜。你没有肉怎么吃饭呢？哎，正好我这有点散碎的银子，我带你出去喝酒吃肉，怎么样啊？等会儿，我做的菜，我给的钱啊，怎么成了你请我了呢？不要忘了，你的命是我给的。走。好。嘿，喝酒不用看，你是怎么不喝死？别喝上了。
那道济一惊一乍的。不是我说你，咱俩是和尚，不能吃肉喝酒。这别，大家都看着呢。列位，这我们俩是和尚，这是不假哈。我们出来是超度亡灵来的，人死了是需要超度的，鸡呀鸭死了也是需要超度的啊。我们出来是做善事。不是，哎，各位啊，各位，各位，他吃，他吃，我没有，你看我这手啊，没有油。喂，快，道济，你害我呢啊！这还不够你吃的。小二，再来一只鸡，让他超度。来了。吃死你！早晚吃死你！我就是吃，我就是吃，你吃我一分没有！师尊，你这不是恶心我的吗？不干了，不干了！降龙，看你蹭着一身油，本佛倒觉得你更帅了。佛尊，您还说呢？你说我长这样，怎么一下凡怎么就成那样了？道济就是降龙，降龙就是道济。一个人连自己都看不起，还能做成什么？可佛尊，降龙，如今魔天重现，佛天危机重重。人间之事尤为重要，一切可就靠你了。反正那道济我就受不了。降龙，你如今下凡，将是一次大彻大悟、惊心动魄之旅。真没看出来，什么事儿能让我降龙惊心动魄呢？佛尊，你别逗我了。你此次下凡，不仅要救危难于水火之中，而且还要了却一段孽缘。孽缘？佛尊说的是男女之情。老僧，原来是降龙尊者驾到。老僧，不知有何贵干啊？老僧啊，我想看看我到底有什么孽缘。天机不可泄露，别人可以不行，咱哥俩还不通融通融？杨清雪，她本是天上的牡丹仙子，与你有一段不解的情缘啊。为救神鹿，牡丹仙子被青狐所伤，结果落入凡间，永远无法再回天庭。而那神鹿就是降龙你在修炼时幻化而成的。你为了救我，保护杨清雪，保护杨清雪。杨清雪。薰儿，
你可知道你爹为何而被官兵追杀致死？他爹偷了皇上家的东西。如果说雪儿爹偷拿了东西，却还与你爹有关，我爹？你可知18年前，在你出生之时，一家险遭不测？那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我哪记得呀？肯定是得罪了什么仇家，才会有杀身之祸。你这胡说了你！你到天台下去问问，谁不知道我们家是大善人？有句话说得好啊，什么嘴里边吐不出什么牙来。切！要是没做什么孽，怎么会有你这么个怪胎？哎，大姐，你今年18岁吧？对啊。让我看看。哎呦，怎么长得像48呀？找个大夫看看你那眼吧。雪儿，你也不可言语伤人。道济，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，老衲也是最近才琢磨明白的。真正可惜的是此物重见天日。无字君印。今日终于有缘再见此印，我真是太开心了，太开心了！愿以此报效将军，诛杀恶臣，死不足惜。那恶臣已对我夫妇几下毒手。为了岳家军，你是鞠躬尽瘁呀！我为的是大宋天下，社稷黎民呐。我爹跟他爹认识啊？何止是认识，乃是至交啊！原来他那个东西以前在我爹那儿，现在却到了福王那里，关乎大宋命运的盒子。皇上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外面被官兵给包围了，说是俺没交错藏匿的女子。将军啊，将军，你看人都给你招回来了，哎，也不知道啥事儿。吃饭了没有啊？这么着急。将军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方丈，对不住啊，有点小事儿，得叨扰你一会儿。哎呀，吵吵啥吵吵？都是这个人。文亮，将军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这庙里藏了一个女子，福王殿下让我来请她过去。什么？庙里有女的？咱庙里有女的吗？咱庙里有女的，方丈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阿弥陀佛，这和尚庙哪里来的女子啊？啊？哎，对呀，对呀，哎，这是个笑话啊！哎，这找女子上泥瓜啊，这是和尚庙啊，这儿哪能有女子啊？是吧？哎呦，齐将军，你要再不搜，那女子该跑了。道济，准备，给我搜。你这寺庙里所有的人都在这儿了？佛门禁地，尔等突然到访，兵戈相见，胡乱搜索，成何体统？我可是受福王殿下差遣，方丈，你要是不配合，别怪本将军不客气了。哎呀，配合！哎呀，多大点事儿，肯定配合。那什么，你看，你将军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了。没准您要找的这个女的呀，就这堆和尚里，他也不一定说有可能，是不是？广亮，你若不想再当和尚，为师亲自将你逐出寺门。不是我骗着你，也不能有我，是不是？你自信一点，没事。安着！我想起来了，庙里是有一个人好值得怀疑呀。说，你去哪儿了？好，带我们抓他。走。哎，怎么换地儿了呢，将军？哎，这没收完呢，这瞅完了吗？这。
来，坐。啊，就是他，就他。李鹏，快起来。小薇，亲一个，小薇，你怎么就白头发了啊？哎呦，方丈，我刚才没说什么吧？阿弥陀佛，将军，看见了吧？还不快快撤人，免得打扰我灵隐寺众僧人清修啊！清修？是像清修的样子吗？他现在清修的路上。你这贼和尚，我们找的是女子。将军此言差矣，这里是庙，怎么会有女子？分明都是男子，还都是秃子。找女子请到尼姑庵子，你真是缺心眼子。你大胆！将军，小的在库房找到这个。委员，这个怎么说？你说，说不出来了吧？赶紧把人叫出来！混账！把你娘的衣服随便乱丢！娘啊！哎呦我的娘啊！你死了那么多年，怎么还有人惦记你这身衣裳啊？不要再难过了，你这一哭，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啊！老姐姐，娘，老天哪！阿弥陀佛，看见了吗？撤人吧。撤了，走了。道济，速速销毁证据，以免后患。道济，你什么意思？为件衣裳出卖朋友，你还是不是人？哼，我救了你一条命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你娘穿这个色儿的衣服，那准是个头牌。头牌。福王的兵没有抓到女人，却只找到了一件女人的衣服。就纠正一下，是老女人的衣服。灵隐寺厨子他娘的，灵隐寺厨子他娘的。这福王上庙里去找女人？是我就说嘛，你这找女人得到万花楼窑子里去找啊。那灵隐寺连只母鸡都找不着。王良，你确定灵隐寺没有女人？这当然，就我灵隐寺要是有女人呢，你就把我变成女的来伺候你，行不行？我对女人没有兴趣。找你还不如你舅妈呢。不是，我这么说就是想让您放心嘛。知道了，王良啊，舅舅没白疼你。啊，那胖和尚的事儿查得怎么样啊？也甭说胖和尚了，灵隐寺所有的和尚随时等候您检阅。好啊，现在就去。现在就去啊？择日不如撞日。比强，昨天晚上睡觉做梦了吗？对啊。梦见什么了？我梦见一个人。梦到我了吧？梦见你，想什么呢？我梦见的可是一个大帅哥，风流倜傥，玉树临风，犹如天神一般。我还以为梦到我了呢。我昨天晚上梦到你了。梦我？梦什么？我梦见我站在你的床边，然后别说了，车上来了。慢点。放
长也来了，这满嘴没挑了。阿弥陀佛，丞相大人。林隐是厨子，没事就偷吃。小白脸儿，哎，叫他，他最肥的就是他。你贵姓啊？哎，他叫道济，全林隐寺啊，就属他最肥了，特别能吃啊。给皇上念《求子经》的就是你。就是他是个吃货。吃货也比你个蠢货强。哎，他吧说他18，其实长得跟48似的。皇上也这么说。认识你很高兴啊。我也很高兴。我喜欢你，你很可爱。你也很可爱。有时间到老夫的府上小坐。哎，好呀。好。可是为什么？好，为什么稀罕你呗，丞相？喜欢我？行了。他就是您要找的人啊？有点像，但是我还不敢确定。你说他18岁？是没错，慧远说的他18岁啊。哎呀，您是不是也觉得他长得有点太早熟了？何止是早熟啊，他长得就不对。是，我瞅着简直像48呢，哪像我呀？18岁那年我还跟随您为您这个献功立业呢。建个屁功啊！要不是你杀不了李茂春，老夫的事早都办利索了，何至于啊？是，要不这林隐寺当了18年的和尚，天天为您诵经请福的，也算是将功赎罪了。你就别白活了，日子反正还长，啊！你说你喜欢他？是啊。那你不喜欢我了？不是你说的吗？他能让我发大财。再说，我梦中也没梦见过你啊。哎，快回去吧。那梦中也不见得都是情人啊。老福，福王派人来此，是为了雪儿。这秦丞相亲自而来，又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我呗。你？嗯。行了，道济，你别闹了。他怎么认识你啊？不过老衲见他看你的眼神，的确有点不对。他说认识我很高兴。还夸我很可爱呢。去，自作多情。也没准儿我是他的梦中情人呢。唉，反正我的梦中情人也没梦见我。你放心吧，就你这个样子，谁的梦中情人都不会是你。你这是说我丑啊？我不光丑。我还欠打呢。其实，老衲一直以来有个疑问。什么？雪儿，追杀你们的到底是不是？爷爷，你快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如果是，我定要杀了他们，为父报仇。哎呀，行了，那么大姑娘一天到晚的杀，砍的，你温柔一点。不过。这个广亮和这丞相走得太近了，会不会是？师父，我佩服死你了，你不愧是个得道的高僧啊！城府如此之深厚，思想如此之深邃。你要是再不告诉我们答案，我就不听了。道济，老衲想说的就这些，其余的。老衲还没搞明白呢。你赶紧下耽误功夫吧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道济，你暗中盯紧了广亮。另外，雪儿，这灵隐寺你不能待了，老衲给你找个新住处。我不走。爷爷，我已经没有亲人了，待在灵隐寺挺好的。再说了，我爹给我的东西我还没找回来呢。只要找不回来，我就不走。对，不走！
绝不走啊！你谁让你走，我就弄死谁啊！不死啊！不走啊！去，有你什么事儿？有我呢，不走。怎么那么笨呢？啊！小心点儿，暴露了怎么办？道基，你说你有点过分了啊！我给你做鸡就行了，我还出来跟你干那么多危险的事儿，拿一件女人的衣服要挟我，你合适吗你？这是方丈让办的事儿，办好了必有重赏啊！我不要什么奖励，我就一做饭的，我只要不被赶出灵隐寺就行。你好好的，没人赶你。那你倒是快去呀！去，这就去。你瞧瞧，吃苦受累干活都得是我吧？嗯。谁在那里？人呢？哪儿去？将军，在这里。将军，你们两个混蛋去哪儿了？那边有动静。你不知道在干嘛你？将军，什么动静就走。给我科员站着，快点！说将军，你给岗位啊！说将军，你走了。将军啊！想当年老子他妈1人100的时候，不是，是1天的时候，是不是？谁呀？嗯。方丈，那您的意思是说，这印上什么都没有，是个空的？应该是。那这就奇怪了，为何本王听说这印上印着岳飞2字啊？哈哈哈哈哈！岳将军足智多谋，怎么会做出这种印玺，流传后世啊？那该不会是有2颗印吧？2颗？出了一了这个道士，不是，我说你好歹是王爷，有点素质好不好？这是我偷来的，你，我给啊！哎呀，道基，反正这军医已经在我们手上了，谁地不一样？你说是不是？他抢我功劳。哎，这下好了，可以替我爹报仇了。谢谢我。谢道基。谢谢我。哎，这还，是假的，假的。
将军，不是，怎么的了？哎，咋？这不是咋回事啊？快，方丈，您确认吗？无字军印，关键就是这军印无字，如果有字，一定是假的。不是无字，早说呀，这谁知道？哎呦，可是父王府里边就这一块印呢。啊！你这不行！这屋里的所有人，给我拿下！拿下，都拿下！谁敢动？郡王殿下。是这样的，信王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。今天在麦谷湾那儿逃了一个羊脂玉啊。哎，将军，来，您给长眼看看。不用看，这是岳将军的军印，拿走吧。这不用看就知道是什么，了不起啊！这个收藏古印不犯法吧？哪能有你的？拿下！哎呦！我就说这个门槛有问题吧？你看，吓一跳吧啊！哎呦，好久不见了，我又看见您了。上次你还记得吗？咱们也没得说话。上次咱不是你这么大岁数，有点素质吗？你啊？你才没素质呢，拉拉扯扯的，什么臭毛病？不是我说，我一会儿再跟你算账。本想到这里是能钓到一条大鱼的，怎成想新王殿下也在其中。秦相，你敢动本王？丞相，证据来的正是时候。有了这犯上叛乱的证据，本相谁不敢拿？拿下！是。哎，动手，不能这样，咱们有话好商量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老弟，我劝你不要放肆，看清楚了，在你面前的是当今秦丞相。我用你多嘴啊！我们这是好，打着亲骂是爱，你懂吗？啊，打是亲，骂是爱。我叫你不打不亲，打脚踹！哎呀，不作死就不会死。你也闭嘴！我还听广亮说，就你能给我带来好运。皇上都找我求子诵经，你就是个骗子！你才是个骗子呢！你啊，他犯了欺君之罪。你大舌头，你知道吗？我天生的。你说话不利索，你们俩别扯了，听你们的，听我的。都给我听好了，带走！出去！将军，这小和尚是个女的。那我说啥呀？她是个女的吗？这不是，我是个女的。找比赛。完了，大包子咧嘴露馅了。把这里的人全部押走，庙里的人一个不许跟我出门。正好说人，咱们商量商量这事。哎呀，皇上！哎，这样，匆匆来见朕，是案子有着落了？哦不，那还有什么事儿啊？哦，金人又打过来了，不是刚给过他们碎银吗？皇上，微臣说的不是这个事儿啊。那还有什么大事儿啊？是信王有谋反。啊？爹，秦雪不孝，东西丢了。哎呀，你不争气啊！你真是。天老的饭好难吃啊！有没有鸡腿啊？再来2坛老白干。叫什么叫？都活不了几天呢，还想着吃喝呢。你懂什么懂？你家丞相好喜欢我，他夸我可爱，还说我是他的梦中情人。梦中情人，你懂吗？疯子，简直就是个疯子。别闹了。哎呀！
皇上可知军营中空少了几万人马，而这些人马又去了哪里？到了哪里？启禀皇上，去了哪里，微臣也不知道。不知道你啰嗦什么呀？皇上可知江湖中出现了岳飞的无字军印呐？无字军印。皇上，请看，这空少了的人马肯定与这无字军印脱不了干系啊！哎，无字军印这上面不是有字吗？岳飞之印。哦，看来这个岳飞真能琢磨，搞出个无字军印来。可他是想提防着先皇啊！皇上可知，这是信王伪造的假军印。啊？他为何要做假印呢？老臣也有所疑惑。可据传说，那无字军印可以重新号令千军万马。虽然这是只假印，但见过真印者寥寥无几。逆贼照样可以利用此印瞒天过海，图谋不轨呀！救命啊！要饿死人啦！我跟你家丞相是王八看绿豆，你要不信把他找来，我们对个眼儿给你看看呐。你有病吧？你有药啊你啊？没有鸡腿儿，给点猪蹄儿也行啊。没有老白干，来点低度的。简直不可理喻。鲤鱼也可以呀，虾、螃蟹都可以。老纪，别闹了。我师傅也要，哦，快给点吃的吧。这个信王简直是逆子，朕好心好意把他收做皇子，他居然干出这种事儿。来呀，把他给我斩首！斩首！皇上息怒，请皇上三思。皇上，信王是您过继的皇子，请皇上开恩呐！开什么恩？这就是证据。哎呀，皇上，这可是上等的好玉啊！要是摔碎了，多可惜呀！福安，给我传旨，传旨！皇上，叫你传旨！哎呀！你们拿点吃的来，把我撑死吧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嗯，是谁的声音？居然饿成这个样子了？是降龙尊者，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呀？他涉世未深，好心办成了错事，中了那奸人的诡计。清雪，杨清雪，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吧？我多想跟你一不小心就白头到老啊！谁知道事情一下闹得这样。你有什么要说的话就告诉我吧，听到了吗？你不好意思是吧？你不说啊？你不说，我说了。我说了啊！我真说了啊！清雪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属蛇的，我是属龙的，虽非同年生辰，倒也是同宗同族。而且，你是9月生人。我是腊月面世，一暖一寒，这也是天地互补。而且脾气上，一个性情急躁，一个温和缓慢，这也算是乾坤融洽。我觉得咱俩人挺般配的。你听明白我说的话了没有啊？清雪，清雪。道济，这又何必呢？你我相识便是缘分，为何要说出这些话来？爹，明日就是女儿的大限。
九泉之下，我们父女又能相见了。清雪，信王殿下，清雪，你还好吗？信王殿下，我很好。清雪，虽然跟你相识不久，但是却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我赵伯聪这辈子能跟你一起复兴，也算没有白活。信王殿下，作为一个皇子，我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保护你。但是小雪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有来世的话，我宁愿不做这个皇子，只做一个庶民，与你一起耕田织布，采菊东篱，平平淡淡的过一辈子，绝对不再受这种分离之苦，绝对不要。皇上，冤枉啊！冤枉啊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冤枉了？不是我冤枉，是道济、信王他们冤枉啊！此话怎讲啊？什么此话怎讲怎讲的？都怪你，你这个昏君！你敢骂朕是昏君？胆儿不小啊！啊，不想活了？我是不想活了，伺候你这种昏君，还不如去死！你派人把我杀了吧！想死啊？啊，自个找去！这可是你说的啊！好，今儿我就死在你跟前儿，这也算是我对你的报复。慢点，来，你要干什么？朕给你扶着点啊！上！信王，道济，我来给你们行葬。下来吧。哎呀，你个没良心的，我白伺候你了！你过河拆桥。等，想死啊？先跟朕说清楚为什么死？为什么死？都是因为你断的案子断错了。福海啊，这事儿朕不能听你的。时辰已到，待罪臣。怒发冲冠凭栏处，潇潇雨歇太望眼。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30功名尘与土，8000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愁拨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靖康耻，犹未雪。臣子恨何时灭家唐居，踏破贺兰山缺，壮志饥餐胡虏肉条，叹阔饮匈奴血，待从头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冯桑，死到临头了，还有心思唱？闭嘴！大宋皇子赵伯聪，灵隐寺方丈慧远，和尚道济，叛贼之女杨清雪，谋权篡位，按令当斩。父皇，
我们是冤枉的，儿臣绝无谋反之心啊！父皇，铁证如山了，你还敢狡辩？皇兄，谁是你皇兄？谋反的应该是你啊！你，哎，怎么变了脸了？笑一个呀，笑一个，又笑一个，哎，上，都给我斩，开斩！是。众生莫慌。呦！菩萨显灵，菩萨显灵啊！皇子赵伯从忠心为国，一片赤诚。那灵隐寺方丈慧远、和尚道济，乃我佛门中人，一心向佛，从未为恶。民女杨清雪为父寻找失物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制造假印玺之事，并非他们所为。我愿为他们作证，请皇帝饶恕他们吧。菩萨显灵，菩萨，小的有一事相求。为了我大宋江山后继有人，菩萨可否赐我一个儿子？那就继续让道济为你念经祈求，可你自己也要一心为善才是。哦，是，一定以身为善，一定为善。降龙尊者，还不快出来见我？菩萨，伏虎，我正想操纵那道济，你说关键时刻你们把我计划全打乱了。降龙，菩萨和我是来帮你的，帮倒忙那是。降龙，休得无礼！若不是我等前来，你一会儿该如何收场？这还不简单，直接救了他们不就得了吗？你没听那奸臣秦相已经给你扣上了鬼神幻术的帽子，如此下去，你降龙在人间是魔不是佛。降龙尊者，你要尽早悬壶济世，扶助明君登基，不枉费佛祖对你的厚望。我佛如来说过，只有靠你的善心，才有胜算的几率。感化这事儿是您菩萨在行才对啊，我吧，我不必多言。伏虎尊者在。不，我怎么变了？观音菩萨，我不想当他的法器，我。二虎子，跑什么呀？菩萨的话你敢不听啊？啊！我知道你们各有各的主意，各有各的思想，可现在佛难当头，需要你兄弟俩齐心协力。此番历练，善莫大焉，好自为之吧。道济，你这是？哟，哇，对吧？不就是个南瓜吗？你看，可以放酒啊，这个。哎，哇，好看吗，清雪？哎呀，漂亮，太漂亮了，师傅，这才尤其最后那亮相，我让你看的是袈裟，你看啥玩意儿呢？是不是我的魅力大过袈裟把你吸引了？哦，师傅，这袈裟这啥玩意儿？你说，你再说一遍。啊，对，方丈，你走点心。方丈，这袈裟太漂亮了，这下不愧是500两银子的袈裟。看这做工啊，全是金线的，太好了。慧远方丈那个袈裟才5两银子，您这个一件顶他100个呢。
500两算啥呀？人家上面拿的才是大头。你瞅啥呢？这上面不是那个上面，这回咋那么走心呢？上面是丞相，丞相那才是家财万贯，那家里的哪一样东西不比我这袈裟值钱呢？哎呦，我跟你说，丞相那个历史，这啥呀？哦，我没说是吧？嗯。丞相那个历史，我让你直接不要。明白。穿上这袈裟，我就是方丈。您就是方丈。哎呀，以后我愿意干啥就干啥，想几点睡就几点睡，想几点起就几点起。小慧儿她就再也管不了我了，她已经命归西天了。从此之后，这个灵隐寺就是你我二人的呀！跟上！我哎，你别走啊，咱们商量商量啊。那老话说得好，买卖不成仁义在。你不是也说了吗？那天的话你都听见了，咱们好好聊聊，研究研究这段离奇的姻缘。道济，你昨天说的话我没听清楚。不过有一点我是知道的，毕鹏是属鸡的，你们俩一龙一凤，天生一对儿。哎，不是，他说的没错，我是属鸡的。不是这玩意儿属鸡不属鸡，碍你哪儿疼了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别到外边找鸡了，我就是鸡。好，你就是鸡啊！我这就准备葱姜蒜，我就把你炖了吃了啊！阿弥陀佛，道济，哎，无论如何，减肥吧。那别吃鸡了。师傅说的对。穿着这件袈裟，我心里就充满了奋斗的力量。可惜呀，原来我只敢在屋里穿着它。我可以天天穿着它，我出去遛弯，我出去兜风，我出去泡啥？泡茶。我跟你说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要天天晚上穿着它睡觉觉。啊，师傅，不是，方丈，你穿这么厚的袈裟睡觉，你不怕起痱子？少见多怪的。这不是看这个金丝了吗？这每一条金丝不只值钱，而且它都对应我身上的每一条经络血脉。所以说我一睡觉，哎，我穿它睡觉，我就等于在给自己按摩，我可以延年益寿。啊，功能袈裟。等我把身体养好了，哎，我就可以天天泡茶。师傅，哎，你看，你穿上这袈裟，比他有派。比他精神，真的。气死你，小胖墩儿！哎，衣服比你好看，我还比你瘦。光亮金色。你叫我什么玩意儿？光亮金色。哦，没事，说说。方丈让你去一下。小慧啊。是慧元方丈。好。坏了！你说这方丈怎么回来了？啊，不是说今天砍头的吗？那可能砍完脑袋就回来了呗。你是人吗？你是人吗？你是人呐。人有几个头？一个呀。那砍完脑袋还能回来？不能。你能啊？我咋就能呢？你那脑袋砍不砍都一样。反正我能回来。
方丈，进来。方丈，光亮，哎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说，是不是你与那秦相通风报信，让他来抓我们的？不是，方丈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怎么可能找人来抓您呢？我对您那可是忠心耿耿啊！方丈，我有证人，我有证人，明白？明白？哎，来了，明白。明白什么？你明白？跪下！快！告诉方丈，秦丞相来那天晚上，我到底在哪儿？实话实说，快，实话实说。真说实话，掺一点假，我弄死你！快说！回禀方丈，监寺一直在僧房里施袈裟。好，我就相信你没有出事。不过光亮，你要记住，要与人为善。俗话说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是，我平时我也一直监督了自己，我就放生啊，念经啊，帮方丈施袈裟呀。方丈让我撤了。明白，一直施袈裟。哎呀，道济，你干嘛呢？你快下来！这我晾菜的，你搬进来吵吵。你快下来，晒菜就可惜了啊！你快下来，你别闹了，快！来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这是什么呀？哎呦，你给他做了？那当然了。哎呀，喂猪没有必要这么奢侈吧？粗茶淡饭就可以了。这哪是给他吃的呀？这家伙身上暖和，我把这些鸡蛋放里边，就可以孵出小鸡来了。好聪明啊你！干什么？啊，就这么着干啊！哎，真好玩。有，还真是个好东西。你才是个东西呢！哎呦，这葫芦还会说话呀！别怕啊！有我的，别怕，扶着我！哎呦，扶着我！又蹦出来一个人，这，别怕，葫芦娃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是西天的伏虎尊者。这是伏虎尊者，小名叫葫芦娃。瞧你这身穿的，丢人啊！这还丢人？这是观音菩萨给我的。我知道，我还知道你不知道的呢。什么我不知道？就说你这身衣服吧，是如来他老人家在人间修行时候穿过的。这是我佛如来的衣服。哎，那这双鞋呢？鞋也是啊，而且绝对是真货。哎呦，我佛如来，太让我敬佩了。哎，为什么？佛祖为普度众生，走遍天下，脚都肿了。哎呀，看来我们要好好修行啊！还有你那顶蓝光帽戴上之后有2个功能，一则可以隐身，二则可以救命。试试，还可以隐身的，想不想试试啊？哎，试一下。哎呦，道济，哎，道济呢？道济，道济，道济，你给我出来！哎呦喂，这神了！你刚才都消失了，刚才消失了，哪儿都没有。我成功了！哎呀，看起来机会总是留给这些有准备的人。哎，你还有一个那个什么救命是怎么回事？想知道？你先知道。自己的东西自己琢磨着用呗，问我干嘛？你这2句话你就告诉我啊？什么？
我累了。哟，这神仙的身体不行啊，这才说几句话就累了。这神了！哎呀，给我！哎，来日方长啊！这看什么看？有的是机会啊！上面早了，饿了，做饭去。哎呀，我还没缓过劲，这做饭去，快去，快！太神了，这也。哎呀，好了，饿了。哎，我也有神呢！来，你有什么东西啊？给你看看，过来。怎么样啊？再热的天儿，这些瓜果蔬菜放里边都不会坏。你太聪明了。可是夏天哪里去弄冰啊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啊！我去年冬天的时候就从河里把冰取出来，放在地窖里边藏好，然后等它化了再把它放进去。怎么样？有你的！哎呀，这么好的东西啊！哎，我给它起个名字。哎，好，冻香。好名字！哎，冻香，哎，不错。还有这边，来，过来。还有啊，给你看这个。哎，看见没有？我跟你说啊，我炒菜的时候有油烟嘛，这一转起来，油烟就从这儿给吸走了。怎么样？我给它起个名字啊，这个叫什么？排烟扇。排烟扇，哎，好名字！哎，你真是个文化人啊！哎，还有这个，你过来看，水从这儿过来，再到这儿，然后就到了这个缸里，我可以在这儿洗菜。这个想的太周到了。哎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水自来。哎，好，道歉。来，你尝尝这个。好，有东西喝呀。哎，你等会儿。我是个发明家，你就是个冠名家，怎么样？好，哎，你尝尝，这干嘛？哎，我跟你说一下，你平时拿碗喝啊，这喝一半漏一半，对吧？你拿这个管，你是，通的。哎，对呀，你怎么样？一滴不会漏。香甜的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那天啊，我把茶倒到牛奶里边，就出了这个味儿，可以吧？我给它起个名字啊。茶奶，好名字，茶奶，哎，还好记。好了，你老喝这个也不扛饿，做饭吧。有菜，你点，随便点。我吃肉。吃肉，这是素厨房，你哪来弄肉啊？没有肉叫什么吃饭呢？你这样吧，我给你炒一个不带肉的肉菜。不带肉的肉菜啊？什么？油焖茭白。肉呢？这儿呢，肉手。陆海啊，皇上，真奇怪啊！今天观音菩萨显灵救皇儿，难道是天意不成？皇上，俗话说得好，伴君如伴虎，奴才可不敢妄言呐。哎呀，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哟，险遭天谴哦。皇上，这灵隐寺是佛家圣地，这慧远和尚也不是一般的僧人，您得多拜拜才对呀。对，朕呐就去过一回。你看那佛尊说了吧，佛祖的佛旨，那可是无数次的呀。无数次。哎，那你说，下一步怎么办呢？皇上，第一要去拜灵隐寺啊，第二要彻查真印。啊，这事儿啊，让秦相去办吧。哎呀，皇上，您怎么还让他去呀？哎，您不觉得？怎么了？皇上，奴才给你推荐一个人，道济和尚怎么样？道济，哎，好啊，你这事儿出的还不错。道济和尚，嘿，这小和尚非同一般，就是他了。你呀，去拟个密旨，悄悄地送到小和尚那儿去。哎，不能让秦丞相看见，否则他会吃醋的。好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去吧。
上，你待在这比皇宫还皇宫的宫殿里，还犯个什么愁啊？恁知道啥呀？到手的鸭子飞了。还有你皇上搞不定的事儿呀？你不是向来做事都滴水不漏吗？你看这下面演奏的乐师，还有这些仆人，个个都是不会写字的哑巴。就算啊，他们从这里逃了出去，也不会泄露这里的秘密啊。哎呀，美人啊，俺说了就不是这个事。恁看，恁看啊，你看，多好的东西呀！真是盼着有一天，把这些东西全都摆上地面，称雄天下。再好的东西，也不能在这放着做一辈子地下夫妻呀。是呀，但是你走了，臣妾太孤单了，在这个无声的世界里，连个风声也听不到。美人啊，恁金山银山都是恁的，恁还有啥不满意呀？臣妾满意。困了，睡了。道济。无根之人都不得无礼。皇上吩咐我，托你为他办件事情。这位小哥，是否到门外回避一下？我有要事与道济商量。这是我的房间，我要提醒你啊，一定要尊重他。出去！哎呀，你好严肃的样子。这是笑话啊！皇上怎么能让和尚去查无字军印呢？他还特别吩咐了，此事万万不能让丞相知道。哎呀，查就查吧，弄这么神秘干嘛呀？道济有所不知啊，见到密旨如同见到帝王，谁都得听你的。别动手。要这么说，有了他，在灵隐寺里我就是最大了，千真万确。那我得试一试。倒是你居然来找我，你进去，干什么？这屋里说来。这么晚你不睡觉吗？哎呀，哎，这还坐下了，这是。啊，这什么呀？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吾皇万岁！万岁！这平身。有了这个，我是不是比你大？哎呀，何止比我大呀！有了他，除了皇上，你比谁都大。我说话好使啊，好使啊，管用啊，管用。那个什么《求子经》什么，我还用念吗？你想念就念，不想念就不念。皇上要问怎么办？皇上说了，有了这个任务，那个任务就暂停。不行，我还得再试试你。你试试什么？你，我命令你趴下。老弟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我就知道不好使吧，我得找皇上去，跟皇上说，我们那儿有一大舌头说了，你这玩意儿不好使。好使！哎呀，你行了吗？可以了吗？你这个趴的有点太舒展了吧？啊，这儿起来啊，起来一点，胳膊，哎，起来啊！腿啊，腿啊，起来，这起来，屁股撅起来，撅屁股，撅屁股。
你要干什么，道济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要干什么？再撅一点。哎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道济，你是不是要非礼我？你学个狗叫，学什么？狗。不学啊？我学。公狗。黑毛的公狗，母狗，那个柴狗的那个串儿，哎呀，你找别的狗我来不了。哎呀，啥破狗叫什么玩意儿呢？大半夜搁这嗷嗷叫，能不能睡觉？叫！行，你赢了。哎，听着没你们啊？这狗叫的吓人不？那么惨的叫的啊！哎呀，还叫！我的妈！这是昨晚有只狗叫了大半宿，你听着没有啊？那家叫的，要不是我实在不想起来，我非出去踹他2脚不可。怕啥呀？我帮你踹呗。哎呀，千四，你打我干啥呀？该打。哎，千四，你嗓子怎么哑了？咋整的？念经念的，要你管。明白。哎，千四，你说那狗叫了大半宿，嗓子是不是也该哑了？哎呀，干啥呀？昨晚那狗咬了还咋的呀？